本身沖繩唔係喺我 bucket list 上面嘅地方，我一直都覺得沖繩好熱，而且只係適合親子遊，所以一直都冇諗過要嚟。咁點解我今次會嚟沖繩呢？係因為沖繩嘅大海啊！好可惜，今次第一次嚟沖繩就遇上強颱風吹到正。究竟我個旅程會係點樣過嘅呢？今次係我第一次用 T2， 第一次喺機場過夜，第一次搭 UO。喺香港出發嘅時候落大雨，搞到我行李入邊啲衫全部濕晒啊！好彩嚟到沖繩迎接我嘅係藍天白雲同埋湛藍嘅海洋，起碼我都見過靚天時候嘅沖繩啊，運氣都唔算最差。落機之後第一件事係寄行李，我哋喺機場放低咗件行李，同一日夜晚7點前，速遞公司就會將行李送到我哋下榻嘅酒店，咁我哋就可以舒舒服服咁行街同埋搭巴士啦。嚟沖繩就係要度假、遊行、慢活，所以我嘅行程都排得好鬆動。第一日嘅行程就係喺機場買水果，然後搭車去酒店同埋食晚飯，係咁多。嚟到沖繩嘅第一餐，沖繩麵嘅麵質我就唔係好識欣賞啦。睇下加啲辣椒油會唔會好食啲先。我喺網上預約咗機場巴士，由機場直接去到位於恩納嘅酒店門口。呢程車大概2個鐘，唯一唔方便嘅位就係佢對行李嘅大細有限制。因為呢間酒店附近唔係咁多餐廳，所以頭2晚嘅晚餐我哋都係喺酒店食。呢晚就食西餐，餐廳主打用沖繩地道食材入讚，晚餐只係提供1個套餐。睇住日落食飯啊！今晚我另外加咗 Motel Pairing， 我覺得呢餐係我喺沖繩食過最好食嘅一餐。Flavor accent. Japanese rice vinegar.清清個味蕾先。嚟到沖繩嘅第2日，我出海啦！呢日我預約咗瀨底島嘅滑翔傘活動。You ready? Ready. Okay. Bye-bye.
搭車過嚟嘅時候，的士司機同我哋講，賴底島對出嘅海好靚。果然上到半空見到海上各種藍色，有深有淺，真係靚到哇一聲啊！由於我冇同伴同我一齊玩滑翔傘，職員話呢日風大比較危險，所以佢就同我一齊上去，咁我都冇咁驚。今日就喺呢度食晏啦。玩完滑翔傘，我哋去賴底大橋旁邊嘅松田商店食午餐。從餐廳嘅窗望出去就係賴底大橋啦。有個咁靚嘅景，呢間係一間好打卡布嘅餐廳。食物選擇唔多，都係 all day breakfast 啊、pancake 之類，味道就不過不失啦。接住落嚟嘅行程係玻璃製作體驗。由於我哋早過預約嘅時間嚟到新玻璃館，所以喺館內嘅商店行咗個圈先。除咗玻璃製品之外，呢度都有少少土產賣。玻璃製作體驗主要俾參加者試3個步驟，包括吹氣、凹凸加工同埋塑形。體驗全程有人揸住我隻手整，所以連小朋友都可以整到㗎。成個體驗全長不足4分鐘。完成體驗之後，需要2日先可以攞走製成品。由於我哋唔會親身嚟攞返，所以請工房幫我哋將製成品寄到屋企，當然要收錢啦。Thank you.
個禮拜之後，2隻杯就寄到嚟屋企啦。雖然2隻杯就唔係話好靚，但係點都叫自己有份整，都有啲紀念價值。呢日嘅晚餐係食酒店嘅日式餐廳，佢哋供應omakase同埋 shabu shabu 嘅 set， 我揀咗omakase，酒肴就冇乜太大問題。壽司方面，我覺得魚料嘅存在感唔係好高，可能係因為啲飯太粒粒分明，而且溫度比較高，太搶夫啦。好少食 present 得咁豪邁嘅海膽壽司啊！整體而言，呢餐嘅份量比較少，食完都唔覺得好飽，但係我冇追加啦，因為冇其他魚料啦。唉，原本預訂呢日去青洞玩體驗潛水，但係因為有颱風吹向沖繩，潛店喺活動前一日通知我船家唔出海，所以潛水要取消啦。今日嘅行程就剩返行便利店同埋行超市，當係睇下沖繩人喺打風前2日嘅情況啦。都仲有好多杯麵喎，就咁睇喺打風前2日嘅物資供應仲係好充足，都唔多商品俾人買到缺貨。公仔麵就少啲啦，杯麵呢啲呢就少啲啦。呢日嘅午餐，我揾咗一間喺超級市場附近嘅 cafe， 估唔到隨便揾嘅 cafe 竟然揾到一間自己炒豆嘅，啲咖啡都唔錯。食完個早餐冇耐又食晏啦。手沖揀咗比較 nutty 啲嘅 Bloom Blend。呢日我哋轉咗酒店，晚餐就食第2間酒店嘅餐廳，因為同侍應溝通出咗問題，我哋嗌咗好多嘢食啊！好彩最後都食得晒，
原來呢間餐廳係冇散叫嘅，一個價錢 menu 上面嘅菜式任叫，其實就好似放題咁。本來仲有個沖繩 soba， 不過我冇邀到。第4日預計係旅程入面最後一日嘅好天，之後一日就會開始橫風橫雨。呢日我哋先去恩納道之役，嚟呢度嘅主要原因係為咗買生果同埋食刨冰。呢度除咗有農產品市場同小食店之外，仲有唔少玻璃製品啊、護膚品啊、零食啊、調味料等等嘅沖繩特產賣。我哋都喺度買咗啲手信。好想買，不過都唔知點樣託返香港。呢度啲芒果好平啊，熟啲嘅要差唔多要食嘅都係幾百yen一個咋。呢度啲芒果真係超好食。好似話呢間咖啡都幾好飲，不過今朝飲咗了。陣間要食呢間刨冰先。沙翁。我嗌咗全店最受歡迎嘅什錦熱帶生果刨冰。マンゴーから乗せていきます。はい、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、じゃあパイナップル乗せていきます。ドラゴンフレーク乗せます。刨冰真係好大份啊！我一個人就一定食唔晒啦。パッションフルーツおかけします。下一站係美國村。美國村嘅建築物外觀同沖繩其他地方有好明顯嘅分別，色彩好繽紛。美國村範圍唔細，鋪頭都多，但係唔少商店賣嘅嘢都有啲相似，例如有好幾間商店賣玻璃首飾咁。原本諗住去國際通先行嘅香水店，原來美國村都有啊！咁又買咗5支香水啦，咁又拜咗3件哆啦 A 夢 T 恤返嚟啦。
行到又熱又攰，最好就係食返啲凍嘢啦。美國村有好多餐廳，我哋呢晚嘅晚餐就選擇咗喺美國村入邊嘅燒肉福牛解決。呢度號稱售賣宮古島出產嘅大福牛。我哋嗌咗比較豐富嘅套餐，總共有9款牛嘅不同部位。佢建議食嘅次序係由高至低。餐廳喺 Google 上面有4.8粒星，不過咁喎，佢哋係會送飲品俾派5星嘅客人，一個5星評論一杯。食完晚餐，我哋去咗美國村嘅海邊睇日落。本來諗住睇下颱風前會唔會有燒天啦，但係個太陽都未落到底咋，就有一大嚿灰雲飄緊過嚟啦。我都係早啲走算啦。臨走前睇到着咗燈嘅美國村，同日頭嘅感覺又有啲唔同。嚟到沖繩嘅第5日，颱風開始近啦。雖然朝早個天都仲幾藍，但係其實離遠見到海邊開始大浪啦。因為唔知天氣幾時開始變壞，所以我哋就留喺酒店唔外出啦。呢2日嘅早午餐都係喺酒店餐廳食。天色開始變差，同埋越嚟越大風啦。晚餐就一餐喺酒店餐廳食，另一餐就食杯麵。上次嗌咗魚生，覺得幾好食，今次再嗌過。呢個唔使，翻嚟喎。係唔使。有啲實淨。開始落雨啦，一嚟就傾盆大雨啦。傍晚嘅時候開始橫風橫雨，冇幾耐之後，我哋嘅電話突然之間一齊響喎，原來係颱風嘅警報同埋相關訊息。因為打風而匿喺酒店嘅第2日，個風而家好近呢個範圍啊！食厭咗餐廳，今晚食埋個杯麵去。好彩之前見到有啱嘅杯麵，買咗2個啫。打咗風第3日啦，出邊仲係橫風橫雨啊！原本我哋應該係呢日返香港嘅，但係因為打風搞到好多時間只係能夠留喺酒店，所以我喺出發前改咗機票，遲1日先返香港。呢日就變成轉酒店嘅1日啦。雖然風眼已經離開，但係暴風圈仍然影響住沖繩。出邊繼續乜都冇開，唯有繼續食酒店啦。第3間酒店嘅餐廳。呢日嘅喇叭都仲係好多商店冇營業，所以我哋就留咗喺酒店食午餐同晚餐，費事外出危險啦。個 pancake 出乎意料之外咁多 nuts 啊！甜品仲有芒果布甸。晚餐呢間餐廳我覺得環境麻麻地，個地板好蝕，同埋有啲大油煙啊！今晚終於飲啤酒，不過好細杯咯，完全唔夠飲啊！一定。
跟住落嚟係刺身。燒魚有啲似臘輪燒，話咁快就去到燒牛肉啦。嗰撇好似麵豉嘅嘢，係咪即係你中意食幾多就落幾多嘅概念呢？仲有三文魚子可以加落啲飯度食。呢度一碗飯仲多過平時2餐飯嘅飯量，連甜品都好沖繩啊！係沖繩嘅芒果同埋黑糖雪糕。呢日終於可以逛下喇叭啦！喺酒店食完早餐之後，我哋就向 DFS 進發。我哋喺美榮橋站搭單軌，搭3個站就到啦。作為一個偽交通工具迷，點可以唔影下沖繩嘅單軌呢？真係好中意啲交通工具嘅駕駛艙係通透嘅，可以俾我望到車長駕駛。單軌站出嚟轉左，一眼就望到 DFS 嘅免稅店啦。個人覺得呢間 DFS 唔算大，唔係隻大牌子都有，但係因為入店要排隊嘅關係，我哋都差唔多喺度行咗2個幾鐘啊。今日晏晝準備食呢間，呢度係食漢堡包嘅，不過佢嘅特別之處呢，就係佢嘅漢堡包呢會加入一啲生果，特別係當造嘅生果做配料。咁嚟到沖繩點可以唔食漢堡包呢？食完午餐，我哋終於去行國際通啦。其實呢條街非常之遊客向，有啲商店賣嘅特產都係大同小異。而作為遊客嘅我，當然都買到少少嘢啦。今次出門係人生第一次喺外地遇到打風，仲要打到正一正添，搞到好多行程都取消晒，成個旅程只係玩咗好少嘢。不幸之中嘅大幸係喺颱風期間，我哋住嘅酒店冇停水停電，餐廳仲有開有嘢食，咁唯有寄望下一沖啦。